TT 10萬個點解 YouTube.com/TTTime。 大家想我下期解釋啲咩嘢？歡迎留言，鍾意嘅就讚好分享，唔鍾意嘅就留言俾意見。今天我們要一起走進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，一個讓無數人毛骨悚然、充滿爭議的故事——安妮莉絲·米歇爾的驅魔事件。1968年，16歲的安妮莉絲·米歇爾突然開始出現奇怪的症狀，她在夜間無法動彈，感到窒息，甚至會突然失去意識。醫生們經過檢查後，給出了一個初步的診斷：癲癇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安妮莉絲的症狀越來越離奇。她開始聽到奇怪的聲音，聲稱看到魔鬼的面孔，甚至會突然變得暴躁不安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個朋友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建議：安妮莉絲可能被附魔附身了。安妮莉絲的父母決定尋求教會的幫助，希望驅魔儀式能夠拯救他們的女兒。1975年9月，安妮莉絲的父母終於得到了教會的許可，開始對安妮莉絲進行驅魔儀式。主持儀式的是牧師恩斯特·阿爾特和亞諾德·倫茨。驅魔儀式持續了整整10個月，直到1976年7月，安妮莉絲在一次儀式後不久去世。她的死因被歸結為營養不良和多重感染。安妮莉絲的故事並沒有隨着她的去世而結束。她在德國社會引起了巨大的轟動，並成為了多部恐怖電影的靈感來源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《驅魔人》。安妮莉絲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惡魔附身的故事，它還揭示了人類內心深處的恐懼和對未知的敬畏。儘管已經過去了近50年，但安妮莉絲的故事仍然充滿了爭議。一些人堅信她是被附魔附身的，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她的死是一場悲劇。安妮莉絲·米歇爾的故事不僅震撼了整個德國，甚至成為了多部恐怖電影的靈感來源，其中包括著名的《驅魔人》。安妮莉絲·米歇爾於1952年9月21日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科斯馬斯霍爾村，一個典型的天主教家庭。她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。1968年，16歲的她突然開始出現異常症狀，在夜間無法動彈、窒息、咬到舌頭、胸口沉悶、失去意識和說話能力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安妮莉絲的症狀變得越來越嚴重。她開始聽到敲擊聲和聲音，並表現出奇怪的行為，例如凝視聖母瑪利亞像。面對女兒日益惡化的病情，安妮莉絲的父母陷入了絕望。他們試圖尋找更多的醫生和專家，但所有的診斷結果都指向癲癇或其他精神疾病。回到德國後，安妮莉絲的父母開始尋找願意進行驅魔儀式的牧師。經過一番努力，他們終於在1975年9月找到了牧師恩斯特·阿爾特。驅魔儀式從1975年9月開始，一直持續到1976年7月安妮莉絲去世。牧師阿爾特和他的同事亞諾德·倫茨每周進行2次驅魔，共計67次。據當時的記錄，安妮莉絲在驅魔期間表現出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行為。她說着不同的語言，稱自己是路西法、希特勒、猶大、尼祿等等。驅魔儀式並非沒有爭議，在當時的德國社會，這種儀式被視為中世紀的遺留物，與現代科學和醫學背道而馳。1976年7月1日，安妮莉絲在家中去世。當時她的體重不足30公斤，全身布滿瘀傷和擦傷。警方對她的死因展開了調查。安妮莉絲案的審判於1978年3月開始，成為了德國歷史上最轟動的審判之一。公眾對此案的意見分歧很大。在審判過程中，辯護律師主張安妮莉絲的父母和牧師都是出於善意，他們相信驅魔儀式可以拯救她的靈魂。陪審團最終裁定安妮莉絲的父母和參與驅魔的牧師無罪。這一判決引發了廣泛的爭議，許多人認為這是對迷信行為的縱容。安妮莉絲之死至今仍是一個謎團。有些人認為她是被附魔附身，而有些人則認為她是患有精神疾病或癲癇。科學家和醫生則認為
安妮莉絲的症狀可以通過現代醫學來解釋。她的癲癇和精神疾病在當時未能得到有效的治療。安妮莉絲的案例揭示了科學與信仰之間的深刻衝突。在現代社會，科學被視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。你相信惡魔附身的存在嗎？你認為安妮莉絲、米歇爾的故事是一個真實的超自然事件，還是一場悲劇性的誤解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，請不要忘記點讚、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們。安妮莉絲、米歇爾的故事震撼了德國，成為恐怖電影的靈感來源。這個年輕女子被護魔附身的故事，至今仍讓人們議論紛紛，涉及信仰、科學與人性的糾葛。安妮莉絲、米歇爾於1952年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科斯馬斯霍爾村，來自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。她從小對宗教極度虔誠，經常祈禱，甚至在冬天睡在冰冷的地板上。1968年，16歲的安妮莉絲開始出現異常症狀，如無法動彈、窒息、失去意識等。醫生診斷她患有癲癇，但藥物無效，病情惡化。安妮莉絲的症狀加重，開始聽到聲音，看到魔鬼的臉，並告訴家人她被詛咒。家人懷疑這是超自然現象。安妮莉絲的父母絕望地尋求幫助，遇到虔誠的天主教徒海恩小姐，她認為安妮莉絲被魔鬼附身，建議進行驅魔。安妮莉絲的父母找到牧師恩斯特·阿爾特，並在1975年9月開始驅魔儀式，持續到1976年7月她去世。驅魔儀式中，安妮莉絲被綁在床上，表現出極度痛苦和反抗，說出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話。安妮莉絲在驅魔期間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行為，如說不同語言，自稱是路西法、希特勒等，並對自己造成傷害。驅魔儀式引發爭議，許多人認為應由醫生治療，而不是牧師。安妮莉絲去世後，她的父母和牧師被控過失致死。1976年7月1日，安妮莉絲去世，體重不足30公斤，全身瘀傷。警方調查顯示死因是營養不良和多重感染。安妮莉絲案的審判於1978年開始，成為德國歷史上最轟動的審判之一，公眾意見分歧。辯護律師主張安妮莉絲的父母和牧師出於善意，驅魔儀式是為了拯救她的靈魂。檢察官則認為驅魔加速了她的死亡。陪審團裁定安妮莉絲的父母和牧師無罪，判決引發爭議，促使德國社會反思宗教儀式與現代醫學的關係。安妮莉絲之死至今仍是謎團，有人認為她被護魔附身，有人認為她患有精神疾病或癲癇。科學家和醫生認為安妮莉絲的症狀可以用現代醫學解釋，指出她的病情未得到有效治療，驅魔期間缺乏營養和醫療照顧。安妮莉絲的案例揭示了科學與信仰之間的衝突。現代社會中，科學被視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，而宗教信仰則是一種個人選擇。